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第15节，还有22节到32节。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到15节，22节到32节。路加福音第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呢？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再跳到22节到3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命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情，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们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个礼拜所经过的时日，献上满心的感恩。虽然在这个礼拜中间，我们曾经下了大雨，有些人也因为这个大雨丧失了生命，也有因为这样丧失了他们的财产。我们甚至雨大到我们必须要停课停班，表示这雨是非常的大。在这中间，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还是得到了平安。我们要为那些有受到灾难的人祈求神，你怜悯的恩跟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很快就能够复健，能够复原所受到的这些伤害有丧失生命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他们的亲人。我们也为了今天我们能够再次的到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献上满心的感恩，祈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都有谦卑敬虔的心，要来听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眼，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拍摄我袂记得哦，今天是台语礼拜。好来，台语礼拜咱以往有一项就是咱的圣经仍然用华语哈，这样大家可能较看有佮听有哈。咱伫今仔日所要进行的就是。在这个今年中间，咱有进行一个系列，就是耶稣跟现代人哈。在这里问讲，耶稣是一个西元的我们现在的主后1年开始，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哈。所以那是安尼是表示讲，耶稣已经在2012年前离咱这么远着，伊就是的诞生哈。耶稣在咱地上拢总有33年半。所以接近2000年前，耶稣就离开我们。那耶稣难道他明白我们现代的人，一边别讲咱现代人的这种科技也无？伊知影咱即摆当做宅男宅女也袂？伊知影讲咱根本就免出门，咱干那迄个手机摕个拍以后，咱的食面就来啊！咱咧要互人钱，咱话拍，钱就为银行出去啊！咱根本就人就免出去就会使。耶稣敢知影噶？耶稣以前要去倒位嘛无奥多拜人徛，嘛得用行路的。伊敢会知影讲咱即摆遐尼方便，甚至咱也免出门。
耶稣敢甲咱即马现代即个，伊是新约时代2000年前诶，甲咱即马有关系啊无？伊嘛是以色列人，出世伫以色列人，所以伊敢若要帮助以色列人，还是伊会当帮助咱。今仔日咱的即种咱的科技遐尼进步，咱的环境遐尼复杂一个，耶稣伊要安怎来帮助咱？咱上对圣经中间，其实伊拢咧帮助咱。伊帮助咱的时，佫是对足侪方面伫遐咧帮助咱的。咱伫过去即个中间，咱看见几啊项，伊甲罪人，伊安怎来帮助罪人？罪人伫罪人伫时当中有即个罪人伫咧，咱世间拢是罪人，所以伊迄阵的帮助，即个罪人今仔日嘛要帮助咱。咱讲起着伊帮助罪人是啥？帮助讲迄个已经知影伊是罪也好，还是当咧犯罪中间咧，还是知影罪，但是伊佫毋知影要安怎得到帮助咧，甚至到最后一秒钟已经要过身的时阵，主耶稣甲迄个甲伊做迄十字架迄个人讲安怎？你今仔日要甲我伫乐园内底。所以不管倒一个时阵，咱若是罪人，咱愿意到伫耶稣的面前的时，其实伊就会当对咱帮助。对破病的嘛共款，破病咱知影迄个破病的，互人看到伊的身心灵拢受伤，上爱大是啥物病？你若感冒，有可能你无流鼻，人嘛无啥知影你感冒；你若无扫出来，人嘛毋知影；你若无精神歹，人嘛毋知影。所以有的病是根本就无遐尼严重，但是伊咱讲上较严重的病是啥？是迄个麻风病、胎哥的。胎哥是你面远就看到伊，就是安那，有的已经鼻啊落去啊，有的手已经枕头落几支去啊，远就看到的。这胎哥病，是以前的人讲，因叫做啥？是天谴的人，就是老天诅咒你的人在病，做胎哥。所以这些人胎哥病、麻风病的人，伊毋是讲他身体破病了呢，伊的心灵完全受创，人拢离开足远的，伊家己就安那。伊离人差不多10丈以外，现在开始话讲不洁净，要警告别人，互你唔通挖起来。但是主要说对这种破病人呐，主要说去摸伊，摸迄个胎哥哟，伫迄所在甲伊医好。咱关于主要说伊嘛，伊原要甲咱来讲，因为伊为了咱定十字架，伊讲伊受着鞭挞，咱得着医好。所以，伊就是有替咱安尼罪行，伊才会当真正会当讲安尼吼。啊，伊咱受着刑罚，伊受着刑罚，咱就得着平安吼。咱看见主要说，毋若干来2000年前尔，伫现代伊嘛有完要安尼甲咱讲，咱若身心灵破病的人，不管是倒一种病的，伊拢愿意要帮助你吼。劳苦大众安那，主要说看见迄当初遐人的时，看到伊哪亲像安那。羊无迄个牧者共款安尼吼，因是困苦流离的情形伫咧。所以主要说，伫因3年半中间，花了足侪时间啦，去甲因教导，甲因教正确的教示，佮甲因医病，佮甲因赶鬼。做这代志啊，就是为着因这的人知影因受着真侪即个苦楚伫咧。所以伊嘛甲咱讲。咱现在已经领受主耶稣互咱的这种稳定，互咱的听心，伊嘛意来讲，伊若伊甲现代人有关系，咱嘛照着咱甲伊同工爱做这代志。咱若看见咱的社会中间真侪人，咱有看见真侪人因新闻一日看就看到有人自杀，嘛有人安尼明明的少年安尼，嘛是安尼为伊个厝尾顶安尼跳落去，敢若讲了一句话，啊，伊就不高兴，就跳落去。咱甲即个性命看甲遐尼无价值伫咧，因为伊无盼望伫咧，伊毋知影讲伊活咧是要创啥物。一般真侪劳苦大众啊，我一日到晚无用是咧无用啥物？我的目的伫倒位？你若无一个真正确的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的时，你自然你会感觉你活了真辛苦伫咧。伊拢无目标伫咧，所以才真容易甲伊的性命伫迄所在甲损失，就不要他这个生命了。常看到一个新闻，讲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将她的孩子上去念这个高级的学校，一年的学费要30万，那很高级吧？哈，我们都没有这么高。然后她送去那里就一家己安怎自杀。因为他负担不起，
所以你会觉得价值观会这样的奇怪。一方面又觉得需要炫耀，说让他的儿子去读这个，但是一方面又自己负担不起，还有找不到盼望，他就这样自杀了。难道这样他的儿子会比较好吗？我相信绝对不是。劳苦大众里面有很多这些问题的，这些问题耶稣看到他们的公安段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知道这些动物里面最容易被惊吓的是什么动物吗？就是羊啊。所以羊一定要有一个牧人在边，还有牧羊犬跟他们保护着，带领他们走。因在怎样讲头前要安怎行？耶稣看咱就是让他亲像安尼，所以伊爱咱领受到伊的这个，伊甲咱的教示了，伊嘛爱咱到处去将这个好消息人讲。因为靠牧师一个人讲没有用，一定靠大家有这个触角去造这个可怜的。咱关于第四遍，第四人讲孤单的人。故事内底有讲到一个格拉森有一个人去有鬼附身，伫外面就家己人，因无人袂当含大家拢无爱含伊做伙啊，因为伊是鬼附身的，伊就有气力的。你若用剃的白白的伊伊会睁开来，靠鬼的气力伫咧。要耶稣要叫他赶鬼的时，问讲你的名叫做啥？伊讲我叫做滚，一群的群。哇！伊心内足侪即个足侪鬼附伫伊的身躯的，最后耶稣甲伊赶掉去。要问咱讲，咱是毋是有足侪足侪鬼伫咱的心中？你会讲无啊？我哪有鬼？但是你有咧卖啥？你咧卖网络啊无啊？有人安尼就卖迄个电视上的那个什么？不，电脑里面的网络里面的什么东西呀？你若是你的有一个网络鬼在你里面呐？你有没有在迷什么呢？有没有迷什么电玩呢？你就有一个电玩鬼在你里面。你迷了什么东西就是这样。格拉森那个人呢，他是一个孤单的人，因为他跟外界都不一样。我们的宅男宅女就是会这样，他根本不要出去，伊免出去要紧，伊该讲得使，因为透过网络、透过手机、透过现在物件，我拢安尼，我得当跟人连接。上帝创造咱人，不是要安尼独立生活。十字架上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在中间，上跟下的是人跟上帝的关系，左右是怎样？人跟人的关系。主要说伫中，伊啊，咱跟人关系真好，伊啊人跟上帝关系真好，透过主耶稣，所以无爱咱成就一个孤单的人。但是格拉森迄个被鬼附的人，为什么安尼？因为太多鬼在他里面了。咱嘛是可能。咱你讲我无鬼伫咧，但是你若迷上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嘛是一寡这鬼伫你的心内吼。有人会爱去食这个无好的药啊，咱都讲是这个毒药共款这个吼，还是你有时就摊上什么东西，哇！我无得到迄样物件袂使，为着要得到迄物件，但是我无迄个钱面咋？我就想办法来去做什么代志吧，做不法的事情。就已经就带入了被魔鬼陷入带到那种困境去，你心中就是有那种鬼在。那每一个人心中其实有足侪这鬼伫咧，不合神心意的鬼里面。主要说，把迄个格拉森被鬼附人赶出他的一群鬼出来，那个鬼进到2000多只的猪来底，伊就去安那爬落去一山崖。不要讲被鬼附的东西是太多了。我想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现在的时代里面呢，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主耶稣要告诉你，他要替你将你心中的这些鬼赶你赶掉，让你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就不会再陷入这些问题里。上次的时候呢，上次是已经距离现在已经2个月了。4月15号，咱讲的这绝望的人，我不知道你若想着绝望是是安怎？明仔载要考试，要读书我绝望啊！咁有影呢？就有看唔通，前面喊你绝望噶？你至少给他几啊？你得可以下几点？绝望是说你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下面情形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是什么？寡妇死了儿子，他都已经只剩下一个儿子，儿子又死掉的时候怎样？然后先生也没有了，他什么盼望都没有了。我们成语点来讲，寡妇死的儿子是一个绝望啊。主耶稣在拿因城的时候，看见进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队伍出城，那个队伍就是一个寡妇，
他死的儿子要去送殡。这个送殡还是讲无钱通下咧棺材内底，敢若下伫迄个竹架子，要用布甲砍起来安尼那点，伊完全无这个盼望啊。最后时候看到伊安呐，圣经甲咱讲呐，动了慈心，他怜悯这个寡妇，他已经是绝望的人，他就这样，他是告诉他不要哭，然后将这个队伍把它停下来了，然后用他的权柄叫这个孩子起来。再把这个孩子交给迄个妈妈，整个悲剧转变为什么？喜剧，用喜剧收场。妈妈很高兴，她的盼望又回来了。绝望的人碰到耶稣的时候，你的绝望就变得有盼望。我们现在里面也是常常会等着这种问题，你不知道有什么代志，让你感觉就失望，就绝望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感到就得悲伤，就得无助，还是啥？你会当将这个物件交给这个耶稣。顶回咧讲这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社会上也出现了好几个例子，也有一对夫妇，他连他的小孩一起，那个小孩子还抱着他的狗，然后一起烧炭死掉，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盼望。查一查，结果呢，也不过差几万块钱而已。这样就使生命的无起。难道我们的生命真的这样没有价值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这，他看不到盼望，他觉得他没有盼望，所以他不愿意再走这条路，他不愿意继续留在社会上，然后又要受很多的苦。但是当你有盼望的时候，就那个拉因城的这个寡妇，她也是绝望的，送她的儿子去墓园。大概回来之后，我相信他也是自杀吧，因为他活着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碰到的耶稣，他的绝望就变得带着盼望。有可能咱的生活中间行，咱会等着这种真侪这一个，忽然觉得就失望，甚至失望到极点，就是变成绝望了。要安怎？你找人无办法，大人都无办法给你解决，什么人当给你解决？找耶稣给你解决。咱今天要搁说了，就是要讲到祈求。你要安怎找耶稣解决？你找耶稣，敢有影拢总会解决？你要安怎找伊？所以底下要继续问讲，咱说了有几啊课了？第7课、第8、第9、第10拢有吼。质疑者、个理想主义者、个敌对跟随者，咱以后再讲。你有想象咧祈祷无？恁祈祷内底内容上介多是啥物？你是咧称颂神的伟大、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公平，还是你拢献上感恩、感谢，阮当了什么代志心啊？结果得到帮助，还是讲互你的心情，你真物质的心，神亲自抚摸了你的心，互你得到安慰。你到底是称颂感恩，还是咧祈求？还是你常常咧抱怨？神啊，你为什么这么不公平？等会再跟你讲几次电影，那电影就是讲，他怪这个上帝怎样不会做上帝，让我来做上帝吧。上帝真的出现，叫他说：“你来做1个礼拜，我去休假1个礼拜。”这个整个世界就搞得乱七八糟了，是不是？咱马上讲了抱怨，为什么这样代志发生在我的身上？上帝啊，你哪会这么无公平？上帝啊，你哪会这么无听我？咱的祈祷到底是什么？还是求一大堆？上帝啊，我要第什么？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哦，排的第1条、第2条、第几条排足多咧，然后再逐工来测讲，这个哪会无成？上帝啊，你哪会无叫我答应？到底恁的祈祷是咧祈祷什么？咱今日是要讲你的恳求，你的祈求是，要问讲，你若是祈求真多，要问讲，你的祈求，你对这个祈求偌大的这个盼望的，偌大的信心。还是罔讲尔啊！如果祈祷有效，我就罔祈祷安尼啦。还是你真正有迄个信心，你的祈祷，你的祈求，你唔茫当得到。耶稣对你若求的是，伊的应允是什么？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讲啦，我们一起来念，来白色的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才讲3项代志，你若找。怎样
找到；你若求就得到，你若找就找到，你若拍门啊啦，就甲你开门。请问，咱家己咧祈祷中间，咱拢有咧恳求，咱有咧求上帝，你也讲安怎？恁的经验到底是如何？咁有影你求就得到，你找就找到，你拍门就甲你开。当然，上帝袂甲你开门啊，就是讲你断了一条路，你塌掉了，你袂当行以后，你求上帝甲你开一条路，互你行。你发现有影有一条路互你行，绝望之处又出现了盼望。你的经验是甚么？主耶稣互咱的应允是安尼呢？讲你若是求，你就要得到；你若找就要找到；你拍门就要甲你开。但是咱的经验到底是如何？真显然，这中间有需要咱知影。咱若无感觉无信的呀，要问讲，是毋是咱要祈祷中间祈求恳求的祈祷中间，是毋是有条件？是毋是有秘诀？是毋是爱注意的事项？圣经到底如何甲咱教导的呢？卡使咱知影是，说了第六个就是问讲，安尼你知影要安怎求？耶稣若伫你的面前，你要甲伊求什么？咱伫旧约中间，咱发现几样故事来讲，所罗门王上帝出现伫伊面前，你要求什么物件？所罗门讲安那，求你给我智慧，也当治理这个国家。上帝很高兴，上帝说：哇，你没有求要怎样要财富，你没有求要很健康，你没有求你的国家要强盛，你没有求这求那求，你只有求智慧。上帝很高兴，不只将智慧给他，将一无求的将马龙中给伊。所以表示讲，所罗门伊的祈求是安那合神的心意啦，而且是神给他就远超过伊耶。最近在看《列王记》，我们在每日研经系列讲的《列王记》，讲的以利沙，伊的老师是以利亚。以利亚要离开以利沙，要死以前是问以利沙：你需要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求什么？有求怎样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他没有求什么，他只要求怎样跟神同在，神给他更大的能力。果然，以利沙行的神迹毕业老师以利亚给就最的。到底咱的恳求，主耶稣在你的面前讲，来，给你3个愿望，你讲什么我都会成立，都要实现。比如说，刚才那个什么金台，那个什么阿拉神丁啊，给你讲什么都可以。你要求什么？第6个问题要问你，你要求什么？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你要求怎样？要合神的心，而且要 long term 非常长远的哈，不是干那短短啊一个哈。有一个故事讲，笑讲呐，迄个3个人伫这个沙漠中间啊，找到这个神钉哦，看哇，就会哇一样的那个谁，那个神仙就出来，好，给你们一个人一个愿望。那里面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巴黎，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中国人。那个美国人就说：哈，我要怎样？我要很多的美女，我要回去啊，然后有很多的美女陪我。好，他就走掉了。然后第2个人说：啊，我是法国人，所以我要很多的这个美食，然后要回到法国去。哇，不见，剩下那个中国人怎么办？他说：那你要什么？我要他们2个人都回来作伴，就2个人就全部又回来，回原状哈，我是收效了哈。这是不是你真的神给你这个机会？你要怎样去祈求呢？我相信咱都要先了解讲，耶稣虽然离咱2000年，但是今嘛咱常常祈祷讲有效。因为祈祷就是咧甲耶稣咧讲话，麻烦咧个向耶稣咧恳求。那到底要安怎才能求到？他都要圣经甲咱讲，以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讲呢，你若求就要互你，你若拍门，你若找就要找到，你若拍门就给你开。但是什么是拢有影安尼？咱先来看一个唔对的这个例子，不一定你祈求的不一定会得到。拄啊，咱所读的路加福音12章13节到第15节的讲的安那。有一个人来给耶稣讲：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与我分开家业。他以前的家产在一起，财产在一起，说我要分家了，要分财产。家业就是他们的财产哈。
到底为了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不公平？那是下面咱唔知影，但是不要咱看咱就知影吼。底下亚述甲讲安呐，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段氏的官呢？给你们分家的，我也无要插恁这种代志就对了。迄是恁家己应该去处理的代志。然后亚述甲惊的人讲安呐，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家道丰富的是也因厝娘就好起来这个意思对了。底下讲了一句非常清楚，讲免去一切的贪心。英文版来的现在讲 all kinds of greed， 任何形式的，而且 every form of greed， 就是讲任何形式，包括讲你有可能系伫你的心内。有形无形的都是，你都很明显或不明显，实质或非实质，加种东西，你老姐贪念底列行动一样呢，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都会产生后边这些不好的情形。所以很显然，你的祈祷，耶稣讲，伊无照着这祈祷人来回应伊，因为安那，伊是出于贪心，伊是出于贪心。咱伫这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将毛另外讲的哈。所以有人祈求未必得着啊，雅各也这样教导。我们一起来念雅各书第4章第2节到第3节来。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没有求，所以我们得不着；但是我们求了又得不着，是这样，因为妄求。妄求为了怎样浪费在宴乐中，为了咱自己的私利，为了我们的贪心，你当然会得不着。这是第一个例子给人讲。那么祈求，我们要当一个祈求的人，你不一定祈求的东西你会得到，因为你是出于贪心，你是妄求。另外一个呢，祈求之后呢，反而会怎样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们都要去注意的这种代志无？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0章20节到24节。底下说在雅各跟约翰也妈妈带因这两个囡仔来见亚述讲：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哇！这个妈妈真尽忠职守，每伊2个囝拢做啊，一个做大将，一个啊右手，一个做左手，就是。国家的这位拢可以渐去啊哈，这个后来下面下文呢，那些学生还有10个学生对不对？那个10个学生就很气这2个学生哦，有够自私的，刚才恁2个去坐这个位就好。但是亚述甲伊讲呐，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因既然回答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给，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咱怎样？亚述被伊啉什么杯？亚述后来怎样？钉十字架，受了很多的苦。所以你觉得约翰跟雅各他后来受的苦，应该会不会很大？他既然说他怎样，我能喝啊，我们能啊。耶稣告诉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但是最后要在坐什么位置，不是我能够赏识的。因为他们既然求嘛，求说我要跟你的杯，我要一样去喝。结果咱看伊的答案是对的。我们后来有2个经节里面都看到，耶稣没有答应他们所求的，但是所喝的杯，他们必要喝哈，却成为他们祈求真实的回应，而且远超过他们所想的啊。第一个，雅各怎样成为第一个殉道者，死在希利的手，在使徒行传第12章的第1节里面就讲到，使徒行传第12章的第1节底下说在讲，那时希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然后那个雅各就是其中之一哈。咱看到这个是雅各跟约翰本来讲，有啊，耶稣我要做你左右手啊，然后呢，你喝了杯我要一起喝啊。耶稣受难了，他们也一样跟着受难了。约翰呢？约翰是耶稣12个门徒中间活得最久的，
但是他后来是怎样？被关在拔摩岛里面，被关在那个地方，活到90几岁啊。他后来写的启示录，写的约翰1、2、3书，写的约翰福音，加东西一下哈。然后他领受了很多个异象在他身上哈。其实他后来晚年也是不是很好哈，被关在拔摩岛里面哈。耶稣的他未必然是依照我们所认知的是去祈求来成就，但是常常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美好来成就哈。我相信有足侪人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咧。普通咱的祈祷时，咱要把这代志甲耶稣讲，然后求耶稣帮助咱。咱袂去讲我想要安怎是要安怎。嘛有人讲我就一定安怎。我记得较早以前捌看一个故事咧讲，伊讲一个人被漂流到一个荒岛去了，哇！他就说：“上帝啊，你要来救我，你一定要怎样？你一定要派一条船里面呢来救我这样子。”一天到晚看就是没有船经过啊。他后来怎么办？但是突然他被救了，原来不是用船来，是用飞机来。那到底算不算呢？所以他的故事是告诉说，你为什么一定要限制上帝说用什么方法？但是你只要将你需要的，你告诉上帝，上帝会用他最好的方法来帮助你，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今天的经节感恩公安呢，对我们要祈求的人呢，其实有几个秘诀在。今天第12章22节到32节，虽然说讲到这个。伊不爱讲分这个家业时的，伊底下开始讲到一个财主的一个代志。哇，有一个财主，他今年丰收，他怎么办？我的仓库太小了，那我怎么办？这么丰收边呢？好，伊讲我要告诉我的灵魂说怎样？我要把这个仓库拆掉，重新建一个更大的，然后这里面都装满了粮食，然后跟我的灵魂讲说，你可以安心的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都吃不完了。耶稣说怎样？神要告诉他，今晚我就取了你的生命，这些对你有用吗？所以你讲，咱的生命不在我们的家道到底多丰富。先刷落去，耶稣讲这个代志，互咱一个会当知影讲，耶稣拒绝迄个祈求分家业这个所求以后，伊就教导迄个门徒讲如何成为一个祈求的人。第一件事情这样，祈求者必须不忧虑哈。无跨路哈，也在约翰路加福音第12章第24节讲了，用乌鸦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库可以收藏，但是神尚且养活他，所以不要忧虑。那个忧虑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只是我们有没有尽责？那么简单的本分那不，第二讲的百合花。因为百合花呢，它也不纺线，然后也不织衣服，但是它是百合花这样子的漂亮，连所罗门王极荣华的型也穿戴也不如这个花的一朵而已。能够看第三关呢，我们难道不比这个飞鸟还有这个百合更贵重吗？神岂不眷顾吗？所以第一个，咱免烦恼，因为上帝疼咱。伊知影讲咱的需要是甚物，所以你要祈祷的时候，头前你都无这个烦恼讲，嘿，唔知行为哈。上帝敢有影会照安尼做噶？啊，上帝到底是要安怎做？你连上帝怎么做，你都要替他烦恼，替他想。嘿，我想要穿得漂漂亮亮，我希望那个花很漂亮，但是怎么让它漂亮呢？你连这个也要烦恼。神告诉你讲不用烦恼，他根本不妨，他都可以让百合花这么漂亮。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了，仍然让它这么好。所以第一个，那要当祈求的人，第一件事情讲，咱唔当烦恼，不要忧虑，唔当跨路。咱敢若爱跨路的是跨路咱家己的，咱要求什么物件？这是第二个，你应该跨虑的是什么？我必须所求的，必须求所当求的。应该求迄个合神心意的物件，去求迄个物件，到底是什么物件？路加福音第12章29节到30节看，你不必为生活所需的而求，我们生活所需的天父都知道了。他既然是神，他当然知道你所需要是什么。那哪里那边求什么物件？所罗跟咱讲啊，
祈求者必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我们生活所需，天父就加给我们。路加福音第12章31节跟他讲，先求他的国。上帝的国意思是什么？就是上帝掌权的地方。上帝的国没有疆土，说啊，这个地方就是迦南教会，这属于财产是迦南教会哦，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迦南教会。那其他都不是迦南教会，因为他不那没所有权啊。那上帝国是不是原来安呢？哦，我有土地所有权状哦，这个是属于上帝的。你知道有一个书籍哈、哦，他的名片我拿起来一看，我差点笑出来，因为他想说，因为董事长是什么人？是耶和华，而且他董事长是耶和华，那我是总经理而已。我们这个书籍呢是属于上帝的那样。是这个样子哦。我们上帝的国到底是要提起的所有权状公啊，桃园县的多少级，在哪一个地号多少是属于上帝国 ？No， 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神的掌权，都愿意服从神，就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咱就是他的百姓，上帝国就这么大了。有多大就有多大，看到哪个地方，这些百姓们都是属于上帝，都是属于上帝的，照上帝的心意在走着，上帝国就临到那个地方，这是以上帝国的意思。马太福音又多加了一个他的义，义是什么？义就是做对的事情，就是合上帝的规定，上帝教导的物件，你若照着安尼去行的时，上帝就是在迄个所在。是耶稣甲咱讲啦，讲你莫求迄生活上要伫的这物件，这上帝拢知影你的需要啊，这会互你啦。但是你爱求什么？你爱求你个你的册读个好，你个甲你的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啊。你捌听去恁爸母甲你讲啊，你若做学生的时，拢叫你讲，你若要伫迄要伫迄讲，啊你免吵，你甲册读个好就好啊。你若考一个700分转啊，你就有啊。有定定安尼甲你讲无？迄就是求你的国甲你的义啦。求你该做的事情，对的事情，其他的事情，老爸来烦恼吧。你做你该做的事情。那我们咱人该做的代志是什么？让神掌权在我们中间，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最近有一个乌干达这个国家，经常要听过，在非洲的地方，它成为世界上很有名的国家，是因为是一个不好的名字。因为伊个国家现在艾滋病是全世界最高的，60%，有10个人里面有6个人有艾滋病。那艾滋病呢，咱叫做天谴的病哈，老天谴责，然后讲是不好的，没有药可以医好的病，而经由全球的这个卫生组织证实，他们有60%个人都有这种艾滋病。你感觉这个国家有盼望无？这些人拢病拢袂好啊，一代再传一代，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国家哪安尼是？你讲有啥物盼望？咱敢去还没最行利，咱嘛唔敢去还没最行利啊！所以它等于外面会隔绝掉，但是里面有没有福音？有，里面有教会在。那些人就非常的痛心，为什么国家变成是这样？到处充满，现在人越没有盼望，你觉得也去犯罪呗？他绝对凊彩去犯罪，反正我都袂医啊，我早晚嘛是要死，那倒不如来抢一抢，做就随便做什么都好啊。反正我已经是要死的人啊，我还管什么？要死的人是最大的，哇，到处的，所以整个国家那个监狱当中客满，装不下去。一个乌干达的国家，经过几年之后，它竟然转化了。按照转化，也60% 的艾滋病降到只有6%。不是讲袂医那60%，但是国家全球的卫生组织去检查，确实是这样。那些原来有的人拢总无去啊，无可能啊！看到最后嘛是好去啊！找无这个伊的这个阳性的这种反应的咧，安怎好去？原来是神医治了他们，神怎样医治他？神感动的他们那个地方一些国家教会的领袖，
要起来怎样？起来带领大家忏悔、认罪，在神的面前认罪，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就再次的医治他们。历代志下7章14节公安那称为他名下的子民应该怎样？谦卑祷告，寻求他的面，离开他的恶，神就再次怎样？再次要听他们的祷告，再次医治他们的土地，赦免他们的罪。果然乌干达的起来呢？乌干达不是自己想起来的呢，神给那些牧者怎样有这种感动？我们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因为开始底下说在发起整个国家联合起来，然后一直为了整个国家这个罪呢，求神怜悯赦免，把这个祷告网络就连接起来，就跟那个渔网一样，一个一个连在一起，非常强烈这种祷告网络，所以就让乌干达、圭安那转化给他们，觉得这个经验实在太好了。神又给他们启示，你要去帮忙别人，帮忙别的国家。他们有一队就是这样，就到台湾来。他们不知道怎么看，因为神给他们启示，就是在远东的地方，台湾需要你。3年前，乌干达这个牧师叫做穆耶汉牧师，他就带领他的团队到底台湾的所在，底下开始呼吁，你需要为着这个土地爱认罪。就跟乌干达一样，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但我们这样子认罪，我们这样建立的祭坛，我们这样再回到神的面前，上帝的怜悯来帮助伊。经过3年之后，为了自己准备，安尼也不够，他们最后一定要跟怎样？要跟黑暗势力要敌对才可以啊！因为黑暗势力已经捆绑了乌干达，所以一直点了一种嘉年华会，他们做最生动的一次讲就是讲，经过他们准备一阵子一样他们觉得今年的嘉年华那个年会绝对不能让它再举行，因为那都是非常糜烂的，有一些这是很不好的事情的发生，然后又是拜一个那种邪灵的，他们想办法要好一届嘉年华的每当孤有没来当年历拢已经写好，哪一天、哪一年、哪一天就是我们的嘉年华会，大家都在准备了。一年的是这次最这哇，大家可以放纵，可以那些。但是嘉年华会嘛，不是要开始的开始啊，所以他们要去求他们黑暗的灵降临之后，也再让举行这个嘉年华会。他们有一个山，那个山里面就是也有一个类似这种他们觉得非常属灵的地方，黑暗的势力的地方。就到那上面去求灵，求黑那个邪灵降临。那一方面呢，牧耶和牧师他们这团队就在这样开始祷告，不要让他这个灵怎样能够降下来。最后果然打胜仗，在他们历史中间从来没有一次这样。有一年报纸，那个报纸出现一大条说，今年灵不来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举行嘉年华会他们给我们很大的震撼。上帝的灵，上帝的权柄就是这样子的，好像那个基督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才觉得，我的祷告好像就只是祷告而已，并没有这样大的盼望。没有，他们的祷告就是神就是要这样子，而且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教导万能行呢，他还讲说，我们应该筑起祭坛。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家里面自己祭坛之后，然后有几个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家庭祭坛。家庭以后就跟几个家庭又成为一个的网络出来，这网络里面就结在一起，教会跟教会结起来，然后黑暗势力就没有办法进来。他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子结这个我把祭坛筑起来，你要明白神，你要跟神连接啊。怎么是跟神连接呢？读圣经。他鼓励我们一天要读10章。我们大概读了1-2天可以，在第3天以后就开始就落后了。你有这个毅力这样吗？有几个人就起来做见证，他说我们开始读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读不下去。但是呢，只要有2个人就开始彼此鼓励。但是呢，有一个人起来做见证，他说他常常要外出，在家里的时候2个人跟太太还可以一起读圣经，外出怎么办？外出没有就算了，这样就
完全不在家嘛，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行，有一个灵一直催促着他，要读圣经，读圣经。所以他就试看好，那怎么办呢？打电话回家，太太起床啊，我们来唱诗啊，就开始唱圣诗，就开始读圣经，读完，不会很难呐、他自己做见证啊，不会很难呐、好，我就继续用这种方法，不管我外出在家里面，我都可以不中断做。他读圣经，读了1年之后，他起来做见证。他说：“我的公司原来有问题，他没有讲什么问题。”但是呢，我就是一方面努力，但是一方面我就努力读圣经。1年之后，我公司的问题全部都解决了。我没有做什么事情，我只有做我该做的事情而已。我没有想说我要再怎样去找金主啦，还是说我又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了什么活动怎样去帮忙？没有，我就是照正常这样做而已。但是怎样，我的公司竟然完全翻转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做这方面的见证，他说我都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把我分内该做的事情做，再加上我每天读10章，我让我浸泡，我跟我太太浸泡在上帝的话语来对，所以他一天到晚他可以想到都是讲上帝的话语。那时候一做这见证的时候，突然我就想起怎样，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就是上面所讲这个。马太福音第6、3，这个经节很好记哦。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我们这633是不是现在很有名嘛？633哈，刚好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原来上帝怎样？上帝怎样？我们的缺，我们所需要是什么？他知道你需要是什么。所以你别改教讲我今嘛就是安尼，我今嘛就需要这个行李的，这个行李呢做起来以后我唔知安怎我需要考试，这边考试我考到第1名，我再当安怎这个考试呢我过呢，我调到倒一个好，我怎样子？上帝拢知影安怎对你上好，但是你要尽你的本分啊！上帝就给你解决这些问题。你的本分是啥？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你把你该做最后要上帝自然的干呐，把你所有的问题拢底下来解决。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在这所在跟人讲，你若要讲对一个祈求的人生，第一个你唔通挂虑，你不要忧虑神要做的事情，你要忧虑只是忧虑你自己该做的是什么。然后这样，你要当只有求合神心意的，就是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你愿意让神来掌权在你的身上吗？你愿意你所做的都是合神心意的，叫做义吗？就是正确的吗？神的国其实就是神掌权的状态跟所在，而神的义怎样，就是神国的伦理法则，就是对错的问题哦。神的国里面呢，在罗马书第14章第17节还特别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上帝掌权的地方，在乎什么？在乎公义，在乎和平，在乎喜乐。那我们自己都说，我们先求他的国，那我们愿意让神来掌权。你有公义吗？你有和平吗？你有在圣灵中的喜乐吗？这是一个很好可以来检视咱自己，你检查你自己，你有影是属于神在掌权吗？你那神在掌权，你应该有公义啊，你应该安那有和平啊，还有喜乐啊，有啊无？有的话，你才可以讲说我是受神掌权的。然后路加福音最后，耶稣讲到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其实只是小群啊，我们也不用惧怕，因为天父乐意将他的国赐给我们哈。这是在最后今天所读的圣经节里面最后一节。虽然咱的台湾的所在基督徒的比例以前说是3%，现在已经增加到6-7%，然后在比较台北市相对这种知识水准比较高的时候，它更高。
它已经超过10%了，10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基督徒了。基督徒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因为大家越来越看见，大概只有基督才是唯一的盼望。所以这个不管是讲在整个台湾来讲，我们还是小数字，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这样，他很乐意。我们虽然是小型这样，但是不用怕，因为上帝乐意将这个国赏赐给我们。这是今天咱来学习的。其实你要向上帝来祈求行，有很多功课可以祈求。至少一个功课，你知道这是合神的心意吗？就是这种第二点，当求你该求的。什么是我该求的？那我是学生呢，那我学生我要考试的时候，我要怎么祷告？求神让我考100分，但是我又不读书，怎么会考100分？求神让我读过的都考出来，没有读的就不要考出来。是这样子祷告吗？还是要这样考？那我眼力好一点，可以看到对方的；耳朵好一点，还是可以听到。到底要怎么祷告呢？我刚刚讲这些都，你觉得它会合神的国、神的意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不可以为了考试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啊。你将你的心意告诉神，你愿意去努力，但是我祈求神，你给我智慧啊！智慧做什么？智慧让我读的都能够明白嘛，对不对？都明白之后还够不够？你都忘记可不可以？不行啊！所以第二个你要求什么？给我好的记忆力啊！我读过以后我都可以记得啊，对不对？第三，你可以求什么？让我有一个怎样健康的身体啊！我一天到晚那破病啊，无精神，免那读册，哇，身躯勇健，会当读册啊！第四个，你还可以求什么？我要有平静的心，愿意怎样安静心来下去读书。你会不会求这4样？你若有这4项的时，你感觉你安那？你若认真读册，成绩会好不？就好啊！假定这4点你这样祈求啊，神要不会赏赐给你？神一定赏赐给你，因为你没有什么贪念，你还要很多努力。给你这4样，你不努力还是没有，对不对？你要是不去读，你还是没有。给你好记忆力也没有用，因为你都没有读啊，你的记忆空白啊。你也不去读的话，你的智慧也没有用。你要理解什么？你没有办法东西理解啊。给你健康身体，你不去读，你只会去玩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求的东西不是为了不是那种贪心的表现，而是为了我还要付出我自己努力，神就会赏赐给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合神心意的东西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当我们这样，咱拿那求的时阵，上帝就要祝福在咱的心中。所以结论来看，你是一个祈求者吗？那么你常在祈求耶稣什么呢？你为了什么在祈求耶稣？你有没有常常在忧虑中呢？有常常在跨路啊不？你一方面祈求耶稣，但一方面又担心，敢有效，还是敢有影会安呢？叫我想安呢？其实你已经管到耶稣的部分去了，你只要管你部分就好。里边呢，尽力人该做的部分，其他的部分交给神，因为神他是一个怎样？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你需要是什么，他知道你安怎对你上该好的。所以第二个问题说，你愿意放下为了生活所需的祈求，而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吗？你们有没有曾经为了要去传扬福音，没有去传扬福音，觉得心里面难过吗？因为神的国要他掌权嘛，神已经掌权在你的心中了。你旁边这些人还没有被他掌权，你愿意让他们也能够归在神的名下，让他们也被神掌权吗？那也就是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啊。我们自己做的好不好，就是有没有合他的义啊？你曾经为了这样子而去祈求吗？耶稣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他是在供应你所需要的这个救主，而你所需要他都知道。他要眷顾你，就好像在眷顾飞鸟啦、花朵一样，比这个还更好。他也愿意将你所需要的事给你，但是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神就将其他的一切赏赐给我们。你可以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面吗？你愿意让他来掌权在你的生命中间吗？
你愿意的话，你就会照着他手去走的，你所需要的，他自然就赏赐给你。我们在周报上有写一个问题思考，这几个问题思考，虽然你们没有小组哦，但是你也在想这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分享讲，我过去有啥物祈祷得到应允啊无？啊，我常常伫祈祷中间求的到底是啥物？第二讲，你若要先求伊的国家伊的人，安尼我就安怎祈祷，我就安怎做，我就安怎来改变我的祈祷。你若想了以后，你会在个伫你的祈祷中间呐，你会讲这三项。我希望安怎，我愿意安怎，我想要安怎。你等于想这三项，你甲写落来，你搁看一遍。这啥物贪心的？这啥物自私的？这啥物是下伫上帝心的？你多做几次，你就知道讲啊，我应该怎么祈求。祷告为自己祈求没有问题，但是神已经早就知道你更愿意祷告，你看为自己祈求，有能力去传扬福音。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别人看到你的改变，他就改变了。这就是传扬福音啊！这好不好？神一定会改变你的，因为你是为了神的国在祷告，为了神的国在祈求。盼望咱的祷告，咱的祈求，应该晋升到某一个程度，不是一天到晚在为了那些琐碎的事情在祈求。因为现在物件主拢知影你需要是什么。伊刚才要知影讲，你有认真伫你该做的这个部分啊无？望咱今日所讲这个耶稣，毋是2000年前离开咱足远的，伊现在要去帮助咱，帮助咱是一个恳求，求上帝赏赐什么一个人。但是你爱安怎恳求？头一下，你毋通有跨入，你免烦恼上帝该做的代志，你要烦恼你家己的。第二，你要求什么？求你应该求的，就是下上帝心意的。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然后其他就要到伫咱的心中。伊的国是啥物？就是上帝掌管的所在。伊的义是啥物？圣经中间甲咱讲对的代志。所以咱来行伫正确的路径的时阵，上帝要祝福伫咱的心中。咱所需要伊主动的享受伫咱的中间，咱当心来祈祷。主安感谢你的应允伫这所在。你甲阮讲，求就要得到，找要找到，拍门就要甲阮开。原来这所在所讲的，就是我若下伫主你的心意，我来求就要得到，我来找就要找到，我来拍门就要甲阮开。我无爱诚做迄个妄求的人，迄个南山求，为了家己的自私，为了家己的贪心，为了家己的欢喜，伫迄所在所咧求。我乃是用上帝国的建造，诚做阮上爱重要的去思考重点，来向主恳求是。然后，阮所需要，主你就赏赐伫阮的中间。阮有着有遮尔大的应允，献上阮满心的感恩。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伫这中间的学习，原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